继续来介绍婚林这位工程师张胜富，甲西丽图书馆来合作举办亲子讲座，教囡仔用简单的指令来操作着机器人，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游戏，让囡仔对科技产生趣味。 乘以几次的指令。听讲师说明，囡仔和家长照卡片识水和指示方向，排出正确指令。有基本的观念了后，接落来因就要用所学到指令来操作机器人。把复杂的电脑程式转变做一张一张指令牌啊，嘛用耍游戏的方式，让囡仔在咧操作的过程会当了解伊简单的程式原理，让囡仔的头壳有真侪创造力。我会透过一些卡牌啊，一些图卡，还有那个一台小台的机器人，让小孩子呢去透过指令。 去操控机器人，让他更了解原来程式是很简单的。讲师张胜富推广地方资讯教育，即摆和西丽图书馆合作举办亲子讲座，希望让囡仔对科技有兴趣。慢慢的从小然后去培养。 城市的素养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说是网络时代、资讯时代，然后希望从小就能够培养孩子的资讯素养。透过电视指令的游戏训练囡仔思考，对未来学习或者是解决问题能力，都真有帮助。